是假牙，也是利用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今个欢迎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新闻。台南市长陈水扁柯中信伫7月19号到8月3号受邀请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，走访12个城市以后，对于如何帮助台南国际化有了更较侪想法。上午透过记者会，伊对外公开说明，嘛希望市民有机会，伊将传染台南走向国际。台南市长陈水扁柯中信伫日前结束甲美国的巡回演讲了后，对着要安怎国际化有较侪想法，同时也更加确定台南就是上界适合带领台湾迈向国际化的城市，因为台南的民俗信仰、人文风景等等，拢上界具有台湾味。台南市长陈水扁柯中信将伊转化成为政见，一一向市民朋友报告。有法度国际化，就是人对台湾有兴趣，要来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、伊的美食伊的宗教，伊的艺术，安尼咱外国人才会兴趣要来买咱台湾的文创产品。所以讲外国人因是对咱台湾有兴趣，才要来对咱台湾的文创产品会来来甲伊采买，台湾的文创产品。上界有天赋的，就是伫咱台南啦。因为咱台南除了美食以外，咱的历史上界长，对荷兰人时代，咱保持上界这个纯正的台语，咱而且有上界好的台语的文学的研究，搁咱遮的宗教，上界有台湾味，咱遮的文化上界有台湾的特质，包括咱的美食这个文化。这拢是咱台湾的文化的特色，所以台南市是上界有法度创造上界好的文创产品，来摕到著作权，用著作权的授权、著作权产品的出售，来替咱买赚到国际的外汇。只要做好着发扬在地特色，就当互世界看到台南，同时也才会当进一步来国际化。台南市长陈水扁柯中信再次提出伊的愿景，就是希望台南乡亲有一个机会来带领台南迈向国际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全美甲禁止戏院负责人吴俊翰，为了将更较侪活力甲创意早入去老戏院，对3年前就开始进行专城游戏活动。伫今年度首次邀请知名艺人赵自强所率领的如果律动剧团，要来演出3场的亲子剧，而趣味内容透过镜头先做回来欣赏。伫个今日戏院内底，如果儿童剧团的团员当活灵活现来演出着《番茄大战》这出亲子戏剧的片段。这届今日戏院真难得会当请到如果儿童剧团来演出，希望互较侪市民朋友伫咧日常生活当中，会当体验到亲子戏剧的艺术。为什么要有这种动机？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这种戏剧人才好像有一种断层。那我们基一个文化事业的一个理念跟一个梦想，所以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。那这一次就是如果儿童剧团，我们是说尝试一种亲子之间的一种戏剧，因为这种戏剧的话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这种电影戏剧是一体的两面，都是相辅相成的。电影一样，电影是比较一种影像，但戏剧是一种。直接一种临场的那一种表演，所以在戏剧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在去年、前年、今年，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行的方向来迈进。番茄大战透过小朋友的方式来看世界，嘛借由剧情来传达出团结力量大的正面意义。这个第一次的合作呢。所以我就带来了这个戏《番茄大战》
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在新竹、在新北市、在好几个城市啊都演出过，它有一定的现场的效果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它本身呢是很活泼的。8月18号、19号这2天总共3场演出。如果儿童剧团要透过《番茄大战》这出戏，将欢乐带予台南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也欢迎大家踊跃买票入场，感受老戏院的新风貌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每一当11月25被定做国际素食日，会当看出食素减少食肉已经是一种风潮。当然，嘛是为了养生健康来顾环保。但真侪人对着市面上素食的口味也是真歹接受，所以嘛，互头家陈永定所开的素食餐厅，特别以异国风味的料理作为起头，不断研发新的口味，成功吸引少年族群拢来交关，也打破一般人对素食的刻板印象。食素除了宗教关系，其实近年来已经形成风潮。除了追求养生健康，嘛是响应环保。不过，素食在真侪人印象当中，就是真歹甲美味联想做伙。不过现在呈现伫观众眼前，包括泰国式的、马来西亚方面的异国料理，或者是素食麦当有煮烤定做法，就是想互消费者拢问讲，这敢是素食？彻底打破一般民众对素食的印象。这跟外面的素食不太一样，就是我在外面没有看过，有素食可以做成焗烤，然后它的口味也很特殊，这样很特别，很好吃。就是因为就是朋友来约我来吃这个，然后我就没有吃过素食啊，可是我吃完这个就感觉很不像素食，就是它完全没有素食的味道。确实，该素食餐厅已经不只是中老年人而已，嘛吸引侪少年人甲小朋友来用餐。因为对着头家陈永定来讲，少年的时因为身体无好，转食素以后才食出勇劲。后来因为有人伫澳洲开素食餐厅60档经验的传授，加上配合伊组团药膳秘方来不断研发，互伊兴起开店，甲所有民众分享素食的养生健康甲全新口味。所以异国料理的包括马来西亚拉沙面啊、拉沙啦、泰国的泰式酱啊，一寡意大利酱甲无共的素食，所以食出健康甲营养，本身个从事中医药方面的事业，所以讲来开发养生素食的即块，所以讲他会经即个养生斋。到即摆已经10几档啊，因为口感做了无共的素食，所以讲，咱遮年轻群拢是无共的，毋是为食菜，因为为了食健康，还来食养生的素食，所以讲这是我的理念。当然，加素食加健康，大家拢认同。不过嘛是有人惊食素的营养不足。其实根据了解，营养无够是来自经食加蔬果量无够，所以只要多元平衡来吸收，拢毋是问题。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吃素不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。因为吃素它该有的营养，里面蔬菜、菇类的不足的地方，这些都可以补得过来。而且大地赐给我们的素食的蔬菜，只要这些你不挑食的话，其实这些营养都够了。经过业者10几年来努力推广，目前伫台南东区、北区甲中西区分别有3间连锁店，除了要用平价，互食素民众有好的选择，也要互一般食素的朋友嘛拢会当接受，成为素食世界另外一片世外桃源。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，不然怎么开呀？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，再慢慢开车门。这是两段开车门啦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3次。欢迎你
友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百货公司现在不只有商业行为，嘛希望结合文化甲创新，成为文创潮流的基地。目前，新光三越小西门特甲台南30档的画廊合作，推出流行公仔展览，其中有6座知名品牌公仔，每一座都要200万，就参像艺术品的价值同款，嘛要请民众来大开眼界。泛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展览艺术品30档，最近将艺术品换做公仔，将潮流结合艺术。不过，这馆将近70公分的大型公仔介绍艺术品，而且材料拢是模仿人类皮肤的糖胶所做的。根据了解，将做法过去就伫蜡像馆，所以每一只价值200万，展出6座总价值超过1200万。公仔就是cos的那个1.2米的那个公仔，它的价值以目前来讲，在美国方面大概有8万到10万美金，那在欧洲、在亚洲里面大概是在7万到8万美金左右。这个拍卖市场上都在这边。那一般要整个是6只要完整在这个里面，非常非常稀有，只有我们到星光这边才可以看得到的，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得到，除非是你在拍卖公司，它是集合很多收藏家。那在同一个地点，你要展览到6只，除非是在美术馆，它非常收集去借展，那要同时一个人一个公司拥有到那个cos的这6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稀有的。6只大型公仔分别对日本、台湾、香港加上海收集，一摆真罕见组织做伙联展。日前伫画廊展览3个月，9号开始刷到百货公司展览，希望互更较侪人观赏。业者表示，除了要互大家近距离欣赏所有潮流的公仔，搭配周边细项的商品销售，嘛要互一般民众有体验收藏的机会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下面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。过去传统规喙拿针假喙齿，会随着时间喙齿骨倒旧，容易落去。不过现在有一种合作植体覆盖式的假喙齿，也是利用正喙齿来稳定活动假喙齿的治疗，希望提供患者一种新的选择。下面做伙了解。喙齿的健康是影响人体的重要关键。虽然政府有补助老年人选取假喙齿的装置费用，不过侪老年人伫咧装完假喙齿以后，却因为使用无方便，惊落出来。因此，基密医学中心就建议一种植体覆盖式的活动假喙齿，不但会用来增加假喙齿的稳定加咬合，而且嘛大大提升使用的满意度。在病人的嘴巴里面，可能上面会植4颗，下面植2颗。那利用植体跟活动夹，它里面会有相对应的套件，有点像纽扣的原理。那到时候戴上去的时候，用纽扣帮这活动夹做定位，那它的稳固性或者它的使用的满意度都可以提升很多。优点的话，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话比较激动或吃东西进食，会担心这个活动夹它会晃动不稳固。那如果有用这个纽扣的装置把这个活动夹稳固的话，那在整个病人使用的满意度啊、稳定性，甚至在讲话、进食方面都会更理想。那不会说因为使用不好，所以吃东西啊就囫囵吞枣。那可能对肠胃也会有不错的一个帮忙。医师表示，这种植体覆盖式的活动假喙齿，并未像全口植牙过程遮尔复杂，而且费用遐尼悬。伊用的方式就亲像瘤仔同款，顶面种4支植体，下面只要2支植体，就用得真稳定。但不管是传统的假喙齿，或者是植体覆盖式，拢是要固定来清洗，而且上好嘛要定期到门诊来追踪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根据了解，真侪人拢是因为跋倒造成严重的骨折，才知影家己有骨质疏松问题。对此，台北医科医生就提醒民众，平时除了定期检查骨质的密度，另外嘛爱补充钙质加维生素 D， 加欠一寡骨本。根据咱国骨质疏松学会估计，台湾民众伫高风险的骨折率当中，
女性大约1/3伫一生当中会发生两骨或者是髋部骨折，而男性则是有1/5的风险。因此，骨质疏松的预防甲治疗就真重要。这个骨质疏松跟年纪是有相关的哈，你年纪越大，60岁以上哈，甚至容易会跌倒哈，甚至有一些骨头有捌登起过，这个表示说你以后骨松骨折的机会就大，所以还是希望来门诊做一些咨询哈。那平常的保健来说，就是讲你的钙质哈要足够哈，你可能有一些高钙的食物，包括牛奶啊、去丝啊、小鱼干啊、深色蔬菜或是黑芝麻，然后要晒太阳。晒太阳的会建议说，就是说你中岛麦起，你可以在9点前，或是说上午9点前，或是下午3、4点之后，然后就是穿短袖，最好是短袖短裤去晒太阳。那一次大概晒个20分钟应该就足够，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运动，保健，多走路，可以维持你的平衡感，这样预防跌倒。卫福部台南病院医师强调，因为骨质疏松是一种无声无息的疾病，随着年纪的增加，人的骨本嘛会渐渐流失。因此，平常时除了要注意钙质加维生素 D 的补充，另外嘛要定期做骨质密度的检测，才能够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明仔是好天午后，地将雷阵好天气，温度30度到33度，落雨记录4成，海面边缘风力5级到6级，上大阵风8级。感谢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，咱再会。